地方放上头，镜头来台中。台中目前有设7个宠物公园，负责管理的单位是真复杂。农业局的动保处管猫仔狗仔，那运动局是管兔仔。台中市政府是解释讲，宠物专区的管理是按照地点来分配的，因为兔仔专区是设伫北区运动中心内，所以运动局才管兔仔。 过头带狗仔来台中市的宠物专区耍，但是斟酌看一寡所在拢无发草啊，阁有一寡窟仔内面拢积水，管理看起来是真歹，嘛互饲主苦小姐是感觉真失望。 空有就是说，我们有一个宠物区，但是你没有去整理，我觉得有点可惜啦。可能前几天大雨的水洼，那水洼的话，好像其实土可以平一些，而且因为水洼上面有一些浮游生物，一些狗狗吃了，它们有时候确实会生病或者什么的。但它其实我们直观就觉得它并不是那么干净。 台中市目前有登记的狗仔、猫仔有22万只，但是敢若7个所在有宠物专区，平均爱3万只宠物才有一个所在通耍，含台北市每6650只都有一个所在会当耍，差真侪。而且这7个专区，阁是3个无同的局处在管。尤其伫北区运动中心边仔的专区，是设计给兔仔的，但是竟然是和动物无关系的运动局在管。台中市府讲，这个专区内面是因为有安全围篱、隧道。 有防洗、防啉水的设施，场地需要维护，为了管理方便，都用属地主义来管。最主要是因为属地主义哈，那当然是建设局的话，就是公园的部分本来就是他在管的嘛哈。然后为什么说后里的宠物专区是我们动保处？那是因为我们后里刚好有一个动物之家，就需要注意的事项可以来跟我们洽询，我们也都会跟大家提供意见。 动保处嘛强调讲，目前互宠物的专区是每1年起2间这种进度在起，即马伫清水区和南区拢有找到适合的地点，当在做设计，未来会当互更较侪饲主带狗仔、猫仔去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